感谢雅纯，接落来咱来看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今日早起是又搁去互特检来搜索。台中的检调人员是专工就北去敲这新北的刑大前一队，也搁有土城分局，带走这四地警察员等3人，怀疑因是咧侦办这枪炮案的时阵，私底下甲嫌犯交换情报。今年的3、4月间接获检举时任当时的那个土城分局的侦查组郑姓小队长就现任我们现在正义队的那个侦查员查缉的案件的过程之中疑似和这些的犯嫌有情资上面的交换目前就是由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督察室和台中市调处共组这个专案小组也报请了那个新北地检署目前在侦办当中。新北市的刑大是表示，这阵是由专案小组正在调查当中，这涉案的情形也会厘清，因会维持这款无去暗砍、无去斗暗砍的这款心情来查清这个案件。若是疑的时阵，新北市的刑大嘛捌去互搜索，其中是有一个细单的警察组涉嫌侵犯证物，这个警察组是已经去互羁押禁见。